有條拉你啊！哇，夢中情車啊！今日嚟睇睇跑車係點樣保養嘅，有咩唔同？檢查剎車皮，檢查底板，發現咗佢裂開咗。檢查發動機皮帶，檢查發動機是否漏油。哦，半續漏油。而家放舊嘅機油出嚟，佢係有4個放油口嘅，而家放緊另外嗰2個。放油螺絲要用翻規定嘅扭力扭翻實佢先得。檢查剎車油含水量是否超標，檢查冷氣格邋唔邋遢，檢查電池壽命，側輪胎氣壓，檢查雨刮。如果有汽車整備計劃，可以過來中山保德了解下，記得關注我哋中山保德哦。